好多人都唔知啊，端午前後煲啲咩飲好呢？對我哋生咗 BB 嘅女人啊，好好噶。特別係吹一陣空調都話頂唔順嘅，紅色嘢又循環唔到，大姨媽嗰幾日啊，仲要揦住嘅。相信大家咧最近都刷到唔少啊宋代紫蘇飲嘅視頻，擺啲檸檬汁落去啊，居然會變色嘅，咁神奇嘅。嗱，今日同大家分享一下究竟點樣整。準備市場1蚊1紮嘅紫蘇，幾片甘草，一塊陳皮，一磚紅糖，一個檸檬。先用鹽同埋生粉啊浸下啲紫蘇葉啊，浸佢10分鐘，咁先洗得乾淨噶。紫蘇菌啊好有用噶吓，冇成抌咗佢啊！洗乾淨之後呢，同埋啲甘草陳皮，先煲佢15分鐘。嗱，呢個純紅糖呢，我就用咗好多年噶啦。我新抱同個女啊嗰幾日啊，我都係用呢啲紅糖嚟沖水俾佢飲噶。嗱，配料表乾淨，只汁甘蔗，食起身啊甜而不漏，冇負擔噶。而且呢，對女人特別好噶噃吓。嗱，平時見到嗰啲赤砂糖呢，大部分啊都係用整咗砂糖嗰啲糖渣嚟整噶，你哋要小心啊。嗱，15分鐘到啦，擺埋啲紫蘇葉落去，煮佢3分鐘咁就 OK 啦。煮得太耐啊，紫蘇啲好嘢就會揮發晒噶啦。煮得太久啊，紫蘇嗰啲好嘢呢就會揮發晒噶啦。嗱，熄火，將佢攤到可以飲落口嘅時候呢，就擠幾粒檸檬汁入去。哇，馬上變晒色啦！你話幾神奇啊？飲落去啊，有紫蘇嘅香味喎。哇，酸甜，大熱天時啊，整翻杯真係正啊！特別係24小時都吹空調嘅，紅色嘢又唔夠喎。這個視頻你收藏了沒有啊？關注白姑，日日有靚湯。